現在咧為大家去講解翻啦，喺中國嘅文字入面啦，為我哋咧喺設計姓名上面咧，每一個字咧帶出有唔同嘅意義，每一個人咧用唔同嘅字咧有唔同嘅效應會出現。同樣一個字咧配合到命格咧，有啲乜嘢嘅事情咧係會為你咧有好嘅發生啦。不配合你嘅命格咧，就會咧引致到咧有啲乜嘢嘅問題咧，同埋手尾咧，我哋係要處理嘅。所以咧記得聽晒呢一個啦，podcast 喺未開始講之前咧，要請大家記得咧就係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我喺呢一個 channel 入面咧，會為大家去講解咧我哋中國嘅姓名學啊，點樣可以咧喺你身上咧發揮到淋漓盡致，幫你提升呢個運氣啦，掌握到你嘅人生，掌握到你嘅未來啦。想唔想記得睇晒呢一個，聽晒呢一個 video 啦。今日咧同大家去講嘅名字咧就係講緊呢個日月明啊，明白個明啊，明明白白嗰個明啊，照明嗰個明啊，左邊為日啊，右邊為月，即係左邊就為陽，右邊就為陰。呢一個字咧，如果配合到你自己嘅命格嘅話咧，你對事情咧就會咧好懂得咧就文武火啊，反覆互煎啊，即係咧正面啊同埋呢個負面咧都會咧睇得通通透透，甚至乎咧任何事情都會有呢個兩手準備啦。無論你可以做到又會點，做唔到又會點亦都咧對事情嘅追求咧，亦都係要啦通通透透。如果唔通透嘅咧嘅內容咧，佢係唔會參與嘅。再加埋咧明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理性嘅，亦都咧做人啦，亦都係咧非常之硬淨啊。因為咧佢覺得一樣就係咧，我明白到你個人咧係點樣嘅話咧，我就值得我是否會繼續同你呢個交往同埋相處。如果咧我睇通咗你個人咧係咧不合我哋大家嘅相處即係不同道就不相為謀嘅話咧，咁咧就可以咧就係咧得閒飲茶 say 個 hi and bye 就算數啦。所以咧亦都係一個好聰明嘅文字嚟嘅。但係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咧是否咧配合你自己嘅命格。如果你一配合唔到你嘅命格嘅話咧，就會好多時咧就會咧明明白白咧你自己係知道嘅結果嘅，但係明白明知錯咧都要繼續做落去咯。即係有啲咧你會覺得佢好戇居，你明知嗰個人係揾你笨，你仲要黐埋佢度嘅。呢個就係呢個名字不合命格嘅其中一個最大嘅特質。另外咧就係咧呢一啲朋友咧，如果個名字咧佢不合配合命格嘅話咧，佢明知道咧就係咧任何有害嘅嘢，包括係人事食物都會咧就係中個頭埋去嘅。所以咧其實你會覺得佢表面就明，實質就唔明，或者可以咁講啦，最容易跌落嗰個中意唔中意嗰種感覺之下咯。你有冇啲朋友會係咁樣？再加埋呢個明咧，如果不合命格嘅話咧，係隨時隨地咧講説話咧得罪人啦，唔識轉彎啦，甚至乎有啲朋友過嚟幫你都好啦，越幫你嘅人咧就越俾你恰，甚至乎咧就係咧唔知點解咧就會咧俾你咧就係呢個欺凌我走嚟錫住你，錫住呢個不合用呢位朋友但係相反地咧就係越對你好咧，就俾你咧恰得就越緊要。所以咧名字就好得意嘅，唔同嘅畫數咧有唔同嘅效果。再加埋咧不配合命格嘅話咧，呢啲朋友通常講嘢咧就好中意咧就落閘放狗嘅，即係咩意思我講任何一個 point， 或者我根本都唔係同你講嘢，你咧就喺度咧加把口落嚟咧，就係stop 呢樣反調入面嘅內容啦，或者咧要同我拗餐飽我根本都唔係同你講嘢，但係你咧就中意走嚟咧去搞呢啲事咯，亦都咧令到人哋咧喺一個團隊入面，大家傾得好地地咧，都會咧產生咧有呢一個啦破壞氣氛嘅情況咯。明咧其實光明咧係令到人哋喜悅噶嘛。如果不配合命格嘅話咧，佢係不自覺做啲事情咧，搞禍成場 party， 搞禍晒成班人，人哋喺度啦結婚啦，你就唱無言的結局人哋咧喺度擺生日酒咧，你就喺度咧睇呢個破地獄。咁你喺度搞緊啲乜嘢會唔會喺度咧就係呢個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咧？但係咧，如果名字不配合嘅話咧，就經常都會做埋呢啲咁嘅戇居兜圈嘅嘢咧，令到自己咧立於危牆之下，甚至乎俾人疏離。不過算啦，如果名字
不配合命格嘅話咧，俾人反面啊，俾人踢出局咧，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習慣、好平常嘅事。佢仲會好自我陶醉咁，佢講一句咯：你哋唔明白我啫嘛，別人笑我太瘋啲，你哋層次唔夠，所以咧就唔抵得我叻過你啦。明智嘅人咧就係好叻去做呢一啲咁嘅角色啊，甚至乎咧就係咧你唔明白我啊，或者甚至咁講，我嘅層次高過你，你唔明。唔係，所以咧就會覺得我咁樣，但係你搞串咗人哋嘅 party，你又唔諗下你自己製造咗幾多麻煩手尾，令到人哋咧就係呢個破壞晒啲氣氛咯，明白嗎？其他朋友，如果你有唔同嘅文字咧，想理解或者想清楚入面嘅內容嘅話咧，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咧同 Ken Sir 啦去分享翻你想知道邊一個字咯，可以嗎？今集講到呢度啦，下個 video 再同大家分享唔同嘅文字嘅內容啦。